来看宜兰的国道5号有一个驾驶伊利用辅助驾驶来驶车，煞去弄到头前在并扫高公桥的车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。警方就呼吁讲，千万都唔通上依赖这种辅助驾驶的系统，驾驶不管时哦，拢爱注意路况。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这型清扫作业的高公桥原弄车，一只河一台驶真紧的轿车弄到，速度真紧。你说这一组大概多少钱？100万，就是说为何赔到120万嘛？高公桥表示，红龙海的原弄结构，这会当规造化，大约爱120万。但野史执证结果出来了后，会看作放讨赔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件发生伫宜兰国道5号的事故，现有驾驶家己讲有开启辅助驾驶赛车，和在车顶2个人只受轻伤送医。不过最近几年，开启辅助驾驶造成的事故是定看的。就算它侦测到，因为距离也短，它基本上就相对起来，它就会常会有这种，就是直接撞上那个环状设施的部分。高公桥表示，驾驶厅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，虽然免一直打油门还是打档啊，不过也是爱唱换hand道路，搁注意头前的车况。巡逻车到场了解驾驶疑似开启自动驾驶模式，而未注意车前状况。撞击正在执行路面清扫作业工程的缓撞车而肇事。警方呼吁驾驶人千万唔通过度倚靠辅助驾驶系统，随时注意头前的动态路况，保持安全距离，才会当保障自身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